自2023年10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归顺基督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1节到12节。人讲我甲恁见面的时客气，甲恁相离的时严苛。毋过我即个保罗用基督的温柔甲仁慈，亲身苦劝恁。我去恁遐的时，毋通逼我对恁严苛。对遐个批评讲我用俗世的动机做代志的人，我一定会对因无客气。虽然咱踮世间伫生活，毋过无照世间的方式伫征战。我征战伫用的毋是俗世，是上帝有威力的武器，连坚固的要塞都会当破坏。阮推翻因的言论，将阻挡人入捌上帝一切的骄傲拢甲消灭，佮改变一切的意念，互伊完全归顺基督。恁完全顺服基督了后，阮就处罚遮个毋顺服的人。恁简单伫看外表，若有人假讲伊是属基督，伊家己就搁想看觅，伊属基督，我嘛共款属基督。主互阮的权柄是要甲恁建立，毋是要毁坏。我对即个权柄若有较夸口，我嘛无感觉见笑。我无爱互恁想讲我写批伫甲恁恐吓，因为有人讲保罗的批严苛佮强硬，毋过人来的时却软正，讲话无分量。讲即款话的人就知，阮无伫恁遐的时，批安怎写，阮到恁遐的时嘛会安尼做。阮毋敢甲遐个敖典家己的人排第相比，因安尼彼此称重，互相比较，实在无智慧。归顺基督。今仔日真侪教会对青年流失的问题真关切，毋过也无真知影现主时青年人的想法。因为教会中长者对真理的传述自视甚高，机构伫聚会中常常忽视青年人的声音，佮因为无想接纳和尊重青年人的想法，佮较学背叛因，斗阵追找真理。今仔日真侪少年人无热衷参与教会事务，甚至对教会出走，毋知是毋是因为安尼受解脱做无属灵，甚至是属血气的咧。哥林多信徒起初拒绝保罗，是因为因无甲保罗放在眼内，因认为保罗是一个靠着劳动赚取微薄收入的散车人。伊还不断遭受迫害甲折磨，甚至经常无家可归。更较惨的是，保罗并毋是优秀的演说家。因为安尼，当哥林多信徒接触其他更较体面、更较富裕、更较成功的基督徒领袖，就看轻保罗这位教会领袖。这也是保罗甲哥林多信徒冲突的原因之一。为着安尼，保罗选择用看起来属血气的方式为家己辩驳，来对抗遐个拿走人入捌上帝的所谓超顶使徒。笔者伫教会带领查经班的时，常常鼓励出席者提出家己阅读经文的时的感受甲诠释，总是
多数诶年长者毋是无想法，就是咧等牧师甲因讲所谓诶标准答案。总是有人话讲袂煞，一直伫发表看法，互查经班变做个人演说诶舞台。即种现象也互少数参与诶青年人感觉袂当融入。其实少年人也真想要透过研经分享，互真理落实伫生活中。毋过查经班到落尾，年长者总是恢复过去诶聚会模式，等待牧者甲因讲标准答案，还是落落长得讲述因心中诶标准答案。安尼，有啥人会当接受少年人对圣经真理有无共诶见解和看法呢？真个时阵，教会领导该残嘴硬诶真理，往往似是而非，徛踮权力高点去指教别人。对伫踮伫权力相对低残诶青年人来讲，自然就无发声诶机会。总是上帝真理是会堪得考验诶，真理要甲人一切诶动机显明出来。当教会领袖袂当像耶稣道成肉身，用上卑微诶姿态来服侍上微细诶兄弟姊妹，却自以为是独占真理诶诠释权，莫怪互看轻诶青年人想要用血气诶方式，车刀高傲诶言论，摧毁谬论诶堡垒。真理是向所有诶人拍开诶，教会必须拍破权力界残，互真理毫无拿阻运行伫众人中间。无人会当独占真理诶诠释权。真理是向每一个人讲话，也照着每一个人诶性命来诠释。咱必须互真理自由运行，赢得每一个人诶心思来归顺基督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因为踮伫权力中心，就袂记得谦卑聆听遐个微细兄弟姊妹诶声音？我是毋是因为踮伫权力中心，就袂记得谦卑聆听遐个微细兄弟姊妹诶声音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你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温柔佮谦卑。求你帮助我学会晓谦卑，互我无搁再自以为是，有足够的耐心，听候细汉兄弟姊妹的成长，互因有追找真理的空间，相信真理路尾会赢得因的心。奉你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